咱兄弟姊妹三甲来做伙敬拜上主。今仔是大专主日，感谢代表大专中心，先大心来甲咱兄弟姊妹感谢，感谢咱正兄弟姊妹过去到现在对大专中心的支持。富强教会除了对阮足关心以外，嘛借阮场地，互阮一个特别欢喜的华语团体，会使用咱的教会来聚会。伫即学期，阮有新的学生来加入，团契运作嘛愈来愈顺利。我想这一切有上帝引带，嘛有富强教会的好意，更加有咱兄弟姊妹侪的代祷，抑阁有关心，即款水的代志，才通来成就。小等下，伫我讲道煞了后，咱会有一位学生伊是华裔学生伊第一届来报告，伊非常的紧张，伊会伫我讲道煞了后，会来去报告。伊即学期参与伫大专团契中间的体会，抑阁有学习。咱伫讲道的大师，咱先做伙阿头来祈祷。稳定的主，阮感谢你，伫你成的主日内底，搁一届引带阮的骹步，通互阮有即个福气来到你的殿宇内底，参与伫敬拜你的即个行列中间。主，阮感谢你，互阮通来承接即款的恩典。阮将下面时间交代伫你的手中，愿你的信心来引带阮，互阮搁一届，互你的话来充满，对你的话内底看到亮光，来帮助阮的性命，搁较来活滚你。但愿咱的恳求祈祷，是靠主耶稣的圣尊名求，阿们。今仔日咱所读的即个经文，记载伫《使徒行传》9章，第1节到第19节的吼。这段经文，我想咱大家拢非常的熟悉。这就是你讲使徒保罗，伊还未成做使徒以前，伊是一个伊叫做扫罗，伊还未改名。这个扫罗呢，伊拄着耶稣，拄着国外主的这个经历。我毋知影咱咧读这段经文的时阵，咱兄弟姊妹，你会想到啥物？咱咧读这段经文的时阵，毋知影恁会想到啥物？当我咧读这段经文的时阵，我就搁一摆回想起来，我生命内底迄个第一摆去互主摸着的迄个经验。我想，检采就是伫我国中的时阵，有一遍。伫咧祈祷的中间，我发觉这个上帝是各真各外上帝。虽望伊无直接来去回应我的需要，总是我的心就伫迄个祈祷的中间安稳落来。总是我就重新摕着一寡自信，通过来面对我看起来非常坏的迄个生命。我看保罗的经历，就是互我想到我即款的经历。总是我搁进一步咧思考，咱信仰的历程，咱咧跑走信仰的道路是遐尼的久长。有的人信主，出生就信主，到伊去互上帝调去上帝遐，差不多是7、8、10冬。咱信主遮尔久，咱迄个去互主摸着的迄款的感受，是毋是嘛有可能会过去？是毋是嘛有可能会伫迄个感动佮消落了后，来人生倒退？我家己就是安尼。我高中了后，我就真认真无论是教会服侍，还是我家己的读经，拢真认真咧去处理、咧去参与。总是到一个时段，到迄个感觉无去了后，我就甲主佮放弃一边。我咧思考，咱伫生命中，甲主经历即款重要，也是真实的即个关系，是遐尼的珍贵。咱到底要安怎来保存？今仔日，咱看，咱搁一届来看保罗伊拄着主的即个经历，咱要用一款较无共款的角度来去看，咱要来看即个亮光。这个亮光中的声音，
对保罗所咧讲的，互伊看的，到底是虾米款的意义？看即条亮光，对咱咧追找真理的人，所要提出的迄个提示是虾米？咱搁一摆做伙来听即条亮光，对咱咧追找真理的人所发出的即个呼吁是虾米？毋瞒咱搁一摆来互伊光照，恢复咱伫信仰生命内底的迄个活气。照着使徒行传的记载，咱知伫耶稣上天，搁我上天了后，即个耶稣的运动无安尼就停落来，无安尼就停来吼。特别伫五旬节以后，圣神降临伫即个耶稣做的门徒顶悬，耶稣的运动就搁一届来复兴起来。伫迄个耶路撒冷城内底，一时啊尔，哇，就几啊千个人搁来信主。上时，即个反抗即个运动的势力，也就是伫耶稣在世的时阵，就反对伊的遮个属地即个犹太的祭司党，属地法利赛派的遮个宗教领袖，因嘛咧进行。其中有一位上界歹的、上界雄的人，就是咱今仔日经文中间所读的这位主角，伊的名叫做扫罗。为什么咱讲扫罗伊伫即个反对耶稣运动的行列内底是上界雄的呢？咱来看经文，咱就会知。当耶路撒冷城的即个大迫害开始了后，门徒就四散。扫罗伊无安尼就要来放过遮的门徒，伊去找大祭司，伊甲大祭司讲：你予我一封公函，我有足大的热心，想要来甲遮的人掠起来。保罗的意思真简单啊，伊就是要甲遮信耶稣、跟对耶稣道路的人，拢总甲伊消灭，也是通改变伊的思想。若是要对耶路撒冷去到大马士革，其实要经过一礼拜的这个路程。保罗伊愿意付出一礼拜的时间，为着要去遐掠人，而且伊掠的方式嘛非常的凶。伊讲，只要有看到军队这个主的道路的人，无论男甲女，伊拢要甲伊掠开，押去耶路撒冷遐去。总是这个代志。就无照保罗的计划安尼来进行。咱在伫即个路程的中间，伊特别行到大马士革城的时阵，有一个经历来改变伊的性命。经文甲咱讲，有一道亮光对四面甲伊照，伊就甲落伫涂骹，跋倒伫涂骹，阁有声音伫遐甲伊讲：扫罗，扫罗，你是安怎要迫害我？扫罗就应讲：主啊，你是甚物人？迄个声音就甲伊应讲：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兄弟姊妹，这个对扫罗来讲，无伫个计划内底的这个偶然发生的事件，对伊非常有影响力。其实对咱嘛非常有影响力。咱会使来想象，若无即道亮光，迄时阵的基督徒检测就已经互掠了了。若无即道亮光，咱今仔日无法度想象基督的福音会照着什物款的方式，伫当时的欧洲，而且外邦人的中间来发挥影响力。咱也无法度读到保罗侪的批信。咱会使讲，即个伫大马士革路上的即个亮光，就是改变保罗迄个重要的事件。咱拢知，一个人要改变是真无简单。咱有时有去即个洗册房吼，咱会使伫迄个册房遐看一下，有足侪个册，拢咧教咱要安怎改变生命、改变家己。最近我有较注意的，就是有侪个册，你教咱要安怎改变习惯，因为我家己有哪侪无好的习惯，想要来调整。
有一寡册讲，一个人的习惯若要改变的话，差不多就爱坚持21日啦，爱坚持21日。当迄个模式拢习惯了，伊就会改变。有的册讲21日还无够，你爱锻炼180日，180日了后，你就会改变，才有法度戒毒，也是建立一个新的习惯。但是咱伫经文内底看保罗。伊独照着即道亮光，即道甲耶稣三拄的经验，伊的生命就完全来改变。我咧想，保罗实在是真特别。伫所有的使徒中间，只有伊安尼来被呼召，伊也承接特别的任务，而且即道光照保罗的亮光，今仔日持续照着保罗的见证来被传讲，来被讨论。也继续咧延续，照着安尼，即条亮光就继续互人会使对伊的内底来看到啥物，来听到啥物，来甲主来连接。但是，咱要做伙来看，即条亮光，伫咱你超找真理的路上顶悬，互咱啥物款的挑战？甲是咱爱用啥物款的态度？来面对信仰的道路。保罗伊伫个大马士革拄着即个亮光的过程，咱会使抓到第一个点，就是咱若对保罗的生命角度来甲伊切入去。即个亮光对伊的提醒就是讲，咱咧找找真理的过程中，爱合适的，就是不断来去拍破咱全段的这个眼光，咱爱不断学习来去拍破咱全段的迄个眼光。这个光，互扫罗称做保罗。扫罗甲保罗是同一个人，因相款对主拢大发热心，但是因看代志的角度非常的无共。扫罗伊掠伊家己，伊检测感觉伊家己已经掌握全部的真理，这是因为伊的背景的关系。伊是犹太人，伊是出自这个加马列门下的这个法利赛人，伊受非常严格的这个正统的犹太教的训练，所以伊就对这半路出家耶稣的军队者是极其的厌恶啊，厌恶到伊真正想要亲手甲这个耶稣的运动甲伊结束掉。总是这款的态度，一直到大马士革的迄个光照就完全来反转。保罗伊讲，伊伫趴落伫涂骹的时阵，伊伫遐讲：主啊，你是甚物人？即句主啊，你是甚物人？就互伊已经确认，互伊家己含了即款神秘经历的迄位，就是主。这个声音回答伊。甲伊讲，我就是你压迫的耶稣。我想保罗听到这个回应的时阵，伊心内一定是非常的愕影，而且伊的先师加马列嘛安尼讲过。伊加马列先师伊评论耶稣的运动的时，伊讲：这若是出自上帝，就无人会使甲伊阻挡；若是有人甲伊阻挡，就是阻挡上帝。扫罗伊即马对这个声音伊知。哇！原来阻挡上帝毋是别人，阻挡上帝嘛毋是军队耶稣的这个信徒，是伊家己。为虾米呢？因为伊全段的眼光无法度来去拍破，无法度来去更新，伊就含落伫伊家己的迄个角度内底，直直无法度出来。兄弟姊妹，我咧想，咱的信仰。对找历练到一个阶段的时阵，咱有时嘛会小可自满。我咧回想我的信仰过程，我有一个时期有哪是安尼呢？即摆想起实在感觉非常的见笑。迄个时阵，我会记住我迄时阵当大学啦吼，因为
大学的团契大专团契拢真认真咧查经，真认真咧探讨讲，即个圣经要安怎解说。所以当我咧听牧师讲道的时阵，我家己有哪咧写讲道片。我迄时阵自满到一个地步，到安怎呢？我可会伫牧师讲道煞了去甲伊讲，牧师我感觉安尼讲会较好。现在收开遮见效，是因为当我回头去看的时阵，我发现，我的生命的委身的程度，完全无法度甲我母会牧师通过相比啊！牧师真认真伫遐咧做工，真认真伫遐咧服侍，非常的委身。那我只是来听讲道、批评，佮甲伊指导一个，啥物代志拢毋免做就走啊！我想即款自满的态度，真做咱保存咱对上主的迄个感动，伊迄个真实的经历，会上介大的一款的覆盖。当咱拢感觉咱家己有法度来掌握咱的信用的时阵，咱检测嘛真有可能会甲咱明白的信用的认知来当作武器，来去修理咱身躯边仔的人。安尼，咱的信用性命，安尼咱的信用生活，是要安怎样，阁会有色彩？咱袂阁有啥物款的色彩，因为咱看伫身躯边仔的人，拢会非常的受气。当然，咱伫信用性命咧成长的过程中，会累积侪侪的信用的知识，会累积侪侪即个服侍的技术，总是咱爱加进。当这个亮光照落来时阵，咱爱被提起，咱无法度掠条全部的真理，咱只有法度对着真理的脚印来行。有一首歌，我想咱大家拢捌听过，叫做《山顶的脚印》。山顶的脚印，就是咧讲，咱只有法度跟对上主，咱只有法度看到上主行过伫山顶的迄个脚印，咱无法度找到迄个真理，咱只有法度对着迄个脚印咧行。嘛，亲像保罗伫个哥林多前书13章12节咧讲的，伊讲现在咱咧看遮咱无法度了解的真理，咱咧探讨上帝的道理的时阵，咱敢亲像咧照镜。当时的镜是即个东镜雾无明。东镜咧照的时阵就雾无明。保罗讲，咱咧照的时阵雾无明，总是有一日，咱要清楚，就是咱甲上主长头对面的时阵，咱就会完全来明白。所以保罗去互亮光照到的这个经历，其实上是嘛咧提醒咱的生命，若要继续有法度来去保持信用的活力，咱就爱拍破咱全段的眼光，来去互上主引带。第二项，咱看这段经文内底，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主角，就是阿那利亚。阿那利亚伫使徒行传来讲，甲保罗即个宣教的英雄即款的设定相比起来，伊加加就是一个伫边仔举旗仔的人咱华语讲跑龙套的角色。伊就是一个真普通的信徒，伊非常的普通，总是上介重要的事。伊拄啊好就是保罗原底要掠迄款人。当即道亮光伫城外照伫个保罗的身上的时阵，上时嘛朝头照伫个阿那利亚的身上，兼且替伊带来一个非常大的、无简单的信心的考验。经文甲咱讲，伊伫基督中间来去领受，伊爱主动去见一位伫外口名声非常的歹，世界你掠基督徒的即个人，伫迄个见面的中间，伊除了领受的感动以外，
无啥物合约，无啥物保证书会通保证伊的安全。我想阿拿尼亚伊的无简单的所在，就是啥？信心对伊来讲，不只是头脑顶悬的代志，信心对伊来讲是真正的交托。信心是啥物？就是咱对迄个还未肯定、还未发生的代志，伫上帝面前来肯定。阿拿尼亚检测毋是安尼吗？还未发生的代志，伊就敢来对这个事件伫上帝的掌权内底来肯定。所以伊就真正去，甲保罗祈祷，互伊领受信心，互伊阁会使看到，而且甲伊做伙食饭。兄弟姊妹，透过阿拿尼亚，我想咱会使真清楚，咱接受到这道光所带来的挑战是甚物？咱接受这道光所带来的挑战，就是爱咱对上主的旨意保持开放的心态。更较重要的是，爱用信心来军队，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甲拍破专断的眼光，就是一体两面的代志。伫保罗、伫阿拿尼亚的身上，咱会当看到这款的性质。但是，独透过阿拿尼亚的行动，咱更加被提醒。伫信仰跑走的道路顶悬，若无信心来军队，咱真困难会使保持开放啦。若无信心的家庭，咱也真困难会拍破咱过去的眼光，来对咱所理解的信仰，敢来有无相款的理解。过来，咱要三甲来看，这道亮光伫咧照的相时，对咱所发出的这个呼吁。这道亮光所发出的呼吁，就展现伫保罗伫亮光照了后所处的这个状态内底。咱看保罗伫经文内底，伊去互亮光照着了后，伊的目睭随时就无看见。伊的目睭随时就无看见，其实是咧显示伊生命真正的状态。因为伊确实被伊家己专断的眼光来阻挡，所以伊目睭虽然无青面，总是伊看无迄个耶稣基督，才真正是弥赛亚。总是当耶稣的亮光来照的时阵，伊的状态就复原，伊青梅的状态就复原。原来伊是青梅。一个人的这个感官吼，若去互关掉一个的时阵，伊其他的感官就会更加灵敏。当人无法度看的时阵，伊只有法度用听的。保罗也是安尼，我想伊这3天，伊的听觉一定是非常的来。咱检测有法度有一个想象力。保罗伊到这个时阵，伊甲真正通来听上帝的声音。兄弟姊妹，这互咱什么款的提醒呢？当上帝的亮光照来咱身上的时阵，咱的状态是什么？拢会真实的展现伫主的面前。总是咱人真奇妙，咱拢介意虚假，咱无介意咱家己去互看了伤清楚。伫上帝面前，相款嘛是安尼。咱家己面对咱家己的关系，相款嘛是安尼。所以，当咱互上帝亮光照的时阵，咱会无爽快。有可能咱有时阵是跋一倒，咱的生命经历一个大的挫折，咱会感觉咱去互上帝逼迫，咱去互上帝关一道路，总是咱咧注意，伫这个时刻，上主的话会对咱显明更加清楚，就亲像保罗同款，伊伫迄个中间就听到，伊从来毋捌听过耶稣的声，耶稣伫遐叫伊的名，耶稣甲伊教示，耶稣甲伊讲，你爱做的代志，咱也是安尼，敢毋是？透过保罗的经验，咱阁会使来想象，其实
咱伫即个世间所做的代志，不只是伫即个世间尔，咱伫即个世间所做的代志，嘛甲上帝国的价值连做伙。所以，这个亮光咧照来的时阵，是咧甲咱提醒，也是咧甲咱呼吁。咱要用真实的态度来去面对咱的生命，咱要用真实的态度来去面对咱甲上帝的关系，而且咱要来追求上帝国的价值观。我甲讲一遍，这两根中间的呼吁就是。咱要用真实的生命来去，真实的生命来去建立咱甲家己的关系，建立咱甲上帝的关系，而且咱爱三甲来追求上帝国的价值。这个亮光照来的时阵，咱检测是会无爽快，总是伊是要引带咱进入迄个真正和平的关系，真正平安的关系。因为咱看经文显示，咱就知，当保罗和阿拿尼亚祈祷，伊搁一间会使看见的时阵，伊即边是真正会看见，伊看甲清清楚楚，对伊的见证咱就知，因为伊讲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兄弟姊妹，我想伫咱信仰的生命长长的过程的中间，咱来不断来去互上主来光照。保罗伊伫即件代志顶悬，我感觉伊是真正是一个做好的导师。伫使徒行传中间，伊就讲过几啊遍，伊去互耶稣光照的即个经验。伫其他卷的册内底，伊有哪讲几啊遍。我咧想，咱若要互上主的亮光不断来光照。第一个要紧的，就是咱来去掉咱当初叫上主摸到迄个真实的感受。咱来亲像保罗，不断来讲，不断来回想，不断来解说，搁再解说，互这段咱去互上主摸到的经验，互咱搁一摆来发现，原来这款无简单的感受，对咱来讲。是遐尼啊真实，过来，咱爱不断用信仰的反省来真实的面对家己。信仰的反省包含伫咱的团契生活中间，咱的团契生活，咱会使照着无共款人的角度来去分享对生命的见解、对圣经的见解，这对咱来讲，拢是一个真好的信仰反省的态度。信仰的反省会使帮助咱常常来互亮光光照着。有时阵有可能毋是伫查经，有时阵可能就是伫彼此的关怀内底。我来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即学期我伫大专团契咧带学生的时阵，有一个学生伊其实非常的安静，伊拢伫团契聚会无啥爱讲话。阮团契要结束的时阵，拢会有一个互相代祷的时间。我就问伊讲：即个同学你有啥物需要代祷的事项来分享？咱做伙来代祷。伊就伫遐顿地吼，我想讲可能歹势，还是可能话同学是想无。我就甲伊讲：无要紧，你若想无无要紧。结果伊竟然甲我回应讲。我其实无介意分享我的代祷事项。伊安尼讲，我就好奇啊！我就甲伊问讲，为虾米咧？伊就甲我讲，伊的教会的经验。伊讲伫教会小组长每一个礼拜拢会甲伊关心讲你即礼拜有啥物代祷的事项。伊感觉即款的关心。互伊感受到，那亲像是迄个例行公事一样。伊讲，即个小组长既然对代祷即件事件，互伊有即款的感受，安尼为虾米上主要听伊的代祷？哇！我感觉即位学生伊咧想，
伊咧想一个非常非常无简单的信仰的问题，因为伊用真正确的态度，你面对你处理伊的信仰。我就甲伊讲，咱伫教会有操作的时阵，真正是有即款的限制。不过，若是你愿意的话，伫遮伫咱的团契中间，你会使分享你真实的感受。所以伊就顿定一下，就来讲伊的代祷的事项。兄弟姊妹，其实咱拢需要互上主光照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咱需要真实来彼此对待。为当时，咱伫教会敢讲嘛是一个大的机器。咱伫即中间咧操作咧运作的时阵，检测会失去一寡物件。总是上主的光一照来的时阵，就甲咱提醒，咱必须爱建立一个真实的关系。你对人的代祷关心是真的，安尼你甲发出这个关心，敢毋是安尼吗？过来，当这个上主的光照来的时阵，其实咱被邀请，去答应一条信心旅程、冒险的旅程。咱检测会去做咱理性判断顶悬袂去做的代志，那亲像是阿那尼亚共款，来去经历主真实的引带。最后，我用保罗的歹势吼，减一页无做着。最后，我用保罗所讲的话来做结束。保罗伊伫罗马书12章20，这是咱非常熟的经文。伊讲，咱着用心情换心来变化家己，互恁通明白什么是上帝良善、通欢喜、顺转的旨意。这个心情的换心，其实是毋是一遍的换心尔，是只有不断一遍搁一遍的换心，咱才有法度伫这个时代内底，伫咱所处的这个世界内底，通去体验、体会什么是上帝顺转的旨意。愿主来帮助咱三个额头来祈祷。主啊，阮将阮的性命交代伫你的手中，愿你亲自来引带阮，当阮人生倒摕软弱的时阵，互阮无负价，互阮会使无惊吓，伫你的面前就来承认主啊，阮软弱，阮无够格，阮需要你的帮助，阮需要你的信心，甲阮同在，加添阮的感动。当阮伫教会内底也看到，阮感觉无遐尼好势的代志，阮心内无平安的时阵，求你甲阮同在，求你甲阮讲，阮有法度会使借着团契的开力来去改变即款的现况，会使借着你的引带来去改变即款的风气。求你来带领引带，伫阮人生的路站内底，一直接受你的旨意的引带，互阮有勇气，甲你来相行，用信心甲你做伙来冒险，通甲你做伙来体会你所创造善美好的旨意，也来实践阮伫即个世间所互你托付的一切的命令。愿安尼祈祷恳求，是靠主耶稣的圣名来祈求，阿门。接着我来